收取任何經紀服務費。呢個業主講嘅，只要你嚟睇樓，所有費用業主包晒。呢係一個買一送一嘅複式兩層。呢邊呢個位置足夠擺張餐台，一家幾口絕對唔係問題。跟住呢樓頂唔會感覺好壓抑，非常之舒服大氣，而且望出嘅景觀真係非常之寬闊。再加上呢一個咁大個陽台，差唔多成7米到8米之間，你頂得順咩？而且一樓仲有我哋嘅3個房間，1個洗手間，啲房間格局都係比較舒服，而且最主要一樓呢個主人房望出去嘅景觀真係無敵簡存在，你中意嗎？2樓一個80公分寬嘅樓梯，唔會感覺到好壓抑。再加上我哋一個差唔多2.8米到2.9米嗰個樓頂，你頂得順嗎？而且上邊呢間房仲係一個套房設計，望出去呢景觀都非常之舒服。佢洗手間呢又喺呢一邊嘅，你同樣嘅喺呢個洗手間，你都唔會話講覺得好壓抑。一個智能嘅馬桶，今日總價只要89個8就可以攞低。只要你有興趣，其他嘅費用業主佢話全部包晒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同我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